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坤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轩。最近吼，因为咱要甲迄种工作影片放去你 YouTube 顶管。文青啦，阮行文青的路线。是，所以吼，咱一定一个月无录影。对，大家一定真思念咱啦。阮今仔可要中出江湖。你想怎要这个表情？我跟你讲吼。我跟你讲吼，你走动我唱歌啦。这个卡本内底吼，比这以下啦，哈，这是要叫我爱唱《中出江湖》这首歌。因为刚好我讲，我袂晓唱，我唔免插小。这首歌真好听呢，反正你一唱，哦，阮咧休息。来，咱继续行落去。好啦，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其实即马大家讲台语，不过因为平常时大家拢会讲华语讲较济嘛，所以有当时咧讲台语的思维啊，就会互华语牵去。足济，因为平常时啊吼，你只要是有华语，直接翻做台语，你唔知这个台语安怎讲，你直接甲翻做台语的时阵吼，你就会发现讲起来怪怪。台语可能有这个词的本地用法，而直接翻过去，大家开始定用，就变成一个惯习，变成惯习了，大家就开始用这个词。也毋过这个词其实吼，有台语词，有正港的讲法，所以阮今仔日就要来教大家台语正港的讲法。即马就来看阮的小剧场。你今仔穿安尼，看起来足死行的呢。是咪看起来足怪呢？我做青菜对无？你今仔穿安尼，看起来敢若有180公分呢。我的爸爸啊！其实讲一个人身悬真悬啊，你会讲真落，就是会讲这个人生甲足落的。所以啊，若是平常时啊，你的身躯边有人生甲足落的，因就会互一个外号，你敢知影是啥？落骹。对，就亲像我安尼。你下骹踏一个，像我你话讲你落骹啊！我一开始你打来主持的时候，我伫咧想讲哦，你身悬真落，直到遮尔，我想讲安尼身悬差遮济，你遐尼矮啊，要镜头翕快翕到我边的时候，你的头拄啊切一半。为什么伫遐想半步到底是要安怎？哎，结果摕一个想法来打。而且我甲你讲一件代志，迄当时我的朋友看台语真认真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：啊，你边仔迄个查甫哪会生甲遮？你看，牵拖着我。所以吼，我嘛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。有当时啊，你身悬足悬，比台语真正会互一个外号叫做落骹。因为我有一个阿叔，看起来有淡薄仔较怪怪。你确定伊袂看台语真认真？伊袂看，伊怪怪，个性有淡薄仔怪怪，而且吼，唯一会当分别是伊的方式，就是讲伊足悬，有100以上。哦，所以阮是大人吼，拢咧叫伊落骹。是啦，因为亲像华语啊，若是讲到介绍，或者是讲到身悬，拢是用很高。毋过若是台语，一般的介绍，咱会当讲介绍真悬。啊，毋过若是讲到身悬，咱会甲讲哦，伊生甲足落的，安尼才是正确的用法。是。喂，毋是有讲今仔日要录台语真认真，你搁坐伫遮咧买手机啊？无啦，你甲看啦。这新闻最重要的呢，新闻顶悬一直咧讲吼，顶一季足厉害 NBA 魔兽，伊要来台湾呢。真的假？哪有可能？我咧讲正经的啦，无你甲你讲生气，你甲看。真的呢，魔兽要来台湾拍球啊！魔兽是魔兽。其实真的也假吼，就是真正做华语化的研发。对，我等于讲真的假的。嘿，华语就是讲真的假的嘛。嘿，对。但个其实伊有正确的研发啦。啥物用法？譬如讲有影无？有影无影？有影就话三声哦。啊，是正经的呢。对啦，就是你平常时啊，你甲别人讲一件你足确定的代志，你就会甲讲这是正经的有影。啊，毋过若是你讲的这件代志，毋是真正有发生的，你就会讲无影。上班时间你走来遮甲我算这？算这足赞的呢！我咧考驾照训练我开车的技术，而且这部我卡丁车到明年1月底就无啊呢。你看我趁即马算上班明年，搁会当上坡卡丁车明年就无啊啦。啊，你这考个真厉害呢哦！我技术足好的对无？其实即马华语啊，有真侪人拢会讲开车，所以台语啊，大家嘛会对咧讲开车。所以你若是讲开车，其实大家拢听有。毋过其实正确用法，伫台语应该是爱讲塞车。塞车吼，有当时啊开车听有，也毋过塞车较是正确的用法。啊，塞车即个塞即个字，有当时咱得让个用来讲塞准，就有即个款用法。你啥啦？我足无爽快，直直拍卡唱，搁直直蹭片啊！哦，安尼你紧去看医生啊，等下喂互我。哎呀！
即马有真侪人啊，拢会讲看医生。啊，毋过其实啊，若是你是照即个台语的语法去讲看医生啊，意思就是讲你要去看即个医生敢有缘投。是，就是讲我看一下医生，医生看到啊，好，拜拜。应该讲的就是讲吼，去互医生看。虽然讲吼，即马到店内底吼，嘛有收即个事看医生，但一直讲，大家嘛拢听有啊。对，若是大家有去看医生，就会当伫下骹留话讲，我今日会去看医生，医生敢有缘投，敢有是推荐互大家。是。喂，这敢阁有所在会当囥我买的物件？无位啊，你袂晓看哦，生目睭袂晓看哦，这里无所在通好囥啊。吼，我想讲双11阁拍这买落来真优惠呢。啊，无所在通囥吼，其实你会当讲无地囥，啊无就是无位通囥。咱就是咧讲着空间即个物件的时阵吼，你即个所在一定拢满。对，拢是物件。是，所以无所在会当囥即个物件，意思是共款的。要毋过吼，你可能伫咧讲台语的时阵，台语毋是安尼讲的。对。所以你就爱讲无位通啊囥啊啦，无地囥啊啦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安尼今仔日阮就甲大家分享即5个词，大家若是阁有想到啥物款的词，拢会当伫下骹留话甲阮讲。安尼后尾这时间继续看下台语真简单哦。拜拜。